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4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湖涨水电出来，冲到市区，已经造成14人死亡，30外人受伤，各上百人失联。早起空拍机去侦测崩山湖，显示目前面积有限缩小，大约剩50公顷，水量剩2300万吨，范围比进前减少7%。国科会公布三大科航园区顶半年营收是有2.74条，比去年同期成长2%，创历史新高。来看花莲的马太安溪水头的崩山湖，涨水电出来，冲到光复市区，造成真严重的灾情。灾害应变中心早起统计，已经造成14人死亡，各有上百人失踪。有真侪关切消防队拢去斗相共抢救，市区四界拢是烂土，水嘛应该要一战老悬，规个市区拢绿苍苍，民众是真无奈，嘛真怨叹。消防员赶紧沿路公布，警告有溢流大水要来，民众赶紧避难。我都做行李啊，哈。都没有干嘛了，全部毁了。真无奈继续清理，甲横一暝之间，变甲绿苍苍，规土骹的土山高高一层，徛起铁门变形，超窗大门破去，物件落甲规土骹。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光复乡的市区，那我们可以看到大水虽然退去，可是现在满地的污泥，居民都现在赶快清理家园，可是接下来可能又有另外一波的淹水，居民也相当的担心。将来风太大来强降雨，互花莲马太湾溪水头的崩山湖毋来溢流，溪水阁放落来，逆流冲向光复乡，积水成灾。即马淹水渐渐退去，煞是绿苍苍，小货车倒链卡在面体头前，甚至造成死伤。我妈妈被水淹没了，走了，尸体还在家里。被泥土都掩盖了。亲人不幸死亡，家属心痛流目屎。根据消防署上新统计，目前有14人死亡，34人受伤，114人失联。消防人员为外壁撤离关楼的住户，邀外关市民间车队来协助救援。这场大水也让马太湾溪桥冲断去，上新的空中画面明显翕桥面已经无存在，桥梁也被冲毁，串楼水势内底，敢若剩部分的桥墩。我们在10月15号之前，我们的涵管的这个便桥，我们就会让它来通行。那整个完整的桥梁跟永久性的桥梁，我希望在明年的年底之前能够完成单线的建构。断桥也让大高线交通断去，车来往受阻。交通部长陈世凯指示到场巡视，要求2礼拜内先抢通便桥来通行。在铁路部分经过抢修，目前华东往返已经恢复。水进来的时候。也没有马上一个那个类似海啸警报这样响起哈，我们只能运用我们自己所掌握的一些那个 LINE 啦还是什么，赶快通知。14个桥啊，搁迄桥啊场的头家嘛流走去啊，嘛无去啊。这场灾害过后，也引起部分民怨，为有风到危机处理，拢受到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伫今仔早起11点半，花莲的光复地区又有公布放送讲，崩山湖会阁有第3波水要溢出来咯，爱民众赶紧往水尾的方向去疏散。也毋过，林保署花莲分署今仔是指出讲，经过现场观测站人员现场的判断，集水区水头落雨，崩山湖本身水是有流一寡出来，也毋过这毋是第3届溢出来的情况。那么来听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安怎讲？那原来我们的通洪设计的这个计划的洪峰流量大概就是在2000 CMS 左右，但是这次评估起来，我们概估了大概洪峰的量值大概在8000多，所以整个的洪峰量比我们原估设计的洪峰量大了大概已经超过4倍了。在事前我们已经有布置一些的顶块以及这个防洪的沙包。把整个的这个开口底的这个断面封堵起来了哈。不过因为这次洪峰的这个量值实在太大了，而且除了水位高涨以外，其实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水势是奔腾的，那个水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的这些措施有时候遇到这么大的一个洪峰跟水势的时候是抵挡不住的哈。那所以造成了这次比较
大面积的一个范围的一个淹水的一个灾情的部分哈。我们现在在监控堰塞湖，那蓄水量剩下大概就是1/4。那山区还有下雨的情况下，它还是会持续的有一些溢流哦。但是目前应该是就降雨的趋势来讲的话，那明天以后就会比较缓和哦。那所以如果山区没有再持续降雨的话，那这个堰塞湖本身的这个库容流出来的那个量就会越来越小哦，就比较就是对下游的那个通过下游的那个量就会更小了，大概是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会持续来监控它的变化。马太安溪放水湖昨下晡2点50分哦，水填出来，林保署就发出红色的警戒。今仔早起嘛派空拍机去现场来记录目前的状况。传回来的画面是显示讲，崩山湖的面积有较细咯，大约剩50公顷，水量剩2300万吨哦。即卖范围已经比之前减少75%。虽然工作人员徛远在翕相，不过桥长迄望年也是真惊人。23下晡，马太安溪崩山湖开始溢流，下晡3点外头一波大水冲断马太安溪桥，1点钟后大水搁再来。根据水尾大水的状况，农业部估计总计大约有超过6000万吨的大水冲落来。这个量体已经减少了75%，所以后续应该不至于形成昨天这么大的流量。大水崩完过当天，林保署再去派空翕机，讲崩山湖原本划定200公尺，即马已经下至80公尺，面积嘛大缩小，干那剩50公顷，蓄水量2300万吨，从原本的25%。目前评估市区会当做灾后复原，不过提醒唔通挖滚水路。那考量堤防可能有缺口，而且河道本身已经下游河道有淤积，那这边是缩小的，所以是建议就是不要靠近河道。目前当地也是红色的警戒，学者嘛讲，根据学理，崩山湖溢流了后，同款的有风险。以旧二山崩山湖做例，目前内底也有水，虽然无危险性，不过感情嘛是爱持续。从学理上判断，危机是降低了，但是完全没有危险也不敢说这样。应该是比较倾向这样，我们不知道底下的还有多深哈，然后挡住它的那个土方哈，是很大量还是少量？监测需要设备23下溢流，甲水位计即款设备冲走，相关的即时影像设备原本断站，不过嘛伫早起修复，搁再上线。另外，崩山湖灾害前进协调所嘛伫早起8点进驻光复场手。记者综合报道。这个崩山湖其实是对7月2日到7月26就已经形成了。林保署、国阳明交通大学、台大、成大、甲东华大学，各一寡跨部门相关的单位，拢一直有诶监测，针对避难、甲疏散、甲警示系统，嘛拢有诶演练。伫风台来进前，就已经先撤离8000外人。有专家嘛指出讲，像这种大型的崩山湖无法度处理，只会当监测有危险的时，赶紧疏散。第一个坝体跟周围的地质还有还不稳定，而且如果持续降雨，还是会再次阻塞、溢流跟反复发生。那河道下游河道如果有缺口的话，是建议尽速处理。花莲这个马太湾溪崩山湖自7月2日至7月26日，就已经有形成的现象。由林保署、含阳明高台、台大，也有成大等等的学者，也有跨部门相关单位开始来做监测。伫咧崩山湖溢出来了后，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表示，会继续监控雨水和崩山湖的状况，会利用细胞广播来发送警示给当地民众。马太安溪的降雨会持续的趋缓，但河道淤满土石还是有溢淹可能。那灾后复原期间，相关单位需持续监测雨势发展，并利用细胞广播平台发送。目前花莲县政府嘛已经紧急发布红色警戒，要求万影乡、凤林镇也有光复乡等等的警戒地区，民众要撤离，也是米伫咧2楼以上。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嘛呼吁民众，这段期间唔通去溪边，避免发生危险。记者卢尚如、郑俊由台北报道。花莲光复乡的灾情是真严重哦，有真侪民众调伫处理，所以昨真侪县市拢有派人去斗救人。屏东县政府的消防局嘛出动23个特殊人员，昨11点赶到花莲，就随透明抢救。到今仔早起8点哦，嘛已经救出32个民众送到收容所。这边，一样开到国小。那民众那个安大。对，拢是偷摸的厝，细机行出来。
弟弟不要怕哦，弟弟不要怕。嘛有特殊人员甲救出来2岁囡仔，抱咧坐树冷船，豆豆杀去收容所安置。花莲县光复乡23下晡，因为崩山河溢流，光复市区规个河土门淹起。屏东县消防局接到通报，随透暝出动23个人力前往花莲支援。看这一户是不是27之1？屏东县消防局人员透暝分做3路，主要伫佛祖街和光复路附近撩水用行的超吹，会使看到土门水要甲人平悬。消防人员嘛是真足注意，敢阁有受困的民众。在23点到光复糖厂找当地指挥官报道，立即投入救援。目前早上那个8点为止，总共救出32人送到收容处所。在光复一带的话，目前还是持续投入救援。这摆屏东县消防局出动特殊大队和第1大队，拢总8台车、7只船，甲23名人员。目前光复市区水已经退啊，前进指挥中心嘛赶紧咧清土门。花莲县消防局表示，目前已经有新北、宜兰、台东甲屏东支援，暂时有够。另外，台北市嘛派人前往，高雄市嘛有主动表达支援意愿，人员、器材和车辆已经准备好势。花莲若有进一步的需要，拢会使随投入灾区协助。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再来看台东花东创国公路有一寡路段有土石流，新到台九线的路边桥嘛有土石流，车是无法度往来。台东县的金峰乡道路中段，今仔早起一定会抢空了。国军嘛派出阿兵哥甲工具去协助灾民。华水强风大水河错漏的土沙水沿山壁一直冲洗，引条台东山区的道路，车辆只会当减速涉险通过，未免真惊人。花甲山风台造成台东各地真侪灾害，大雨落袂停。花东创国公路龙过暝一带有真侪山壁出现土石流，车辆小心车真困难。刚淹而已，看淹过来了。省道台九线交通也受影响，路边桥难得土石流浸湿，规个桥面拢是土沙水插入手机，车辆拢翻头。真无简单，等到雨卡停，大型连接车勉强通过桥面，也阁有骑机车的人缀伫轿车后壁，真细致通过。另外，台东市往避南乡立吉村的引道水淹到脚头附，有轿车经过时突然熄火，水淹伫车内，民众惊甲赶紧脱困化救，想袂到来协助的救护车也熄火告终，卡伫水内，消防人员只好落车来刹车。你说淹到你的车里面去了？对。台东县金峰乡是面临对外道路中断，20透早快手甲时间早小日顺利疏通。那金峰乡呢，不只是我们的主要的道路的中断，其他道路的不可通行。那其他的这个农路呢，都有很多的浅势的溪流，尽量不出门就不出门，除非真的有事的话，就必须要出来的话，这条路不通的话，我们就要绕路了。面对灾民真需要帮忙，国军赶去灾区支援。第2作战区出动448名官兵投入 AAV7 3.5吨载重车顶装备，要协助灾后复原，帮助灾民量早恢复正常生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强烈风台花甲山的海上陆上风台警报已经解除，目前是继续往西准备要登陆中国的广东。也毋过风台外围环流今仔日同款的继续影响花莲、屏东和台东雨水会真高。气象署嘛继续针对东南部地区发布大水雨特报，下晡开始雨水还减少，天气还豆豆转好。花甲山风台影响东南部，拜二带来大量的雨水。虽然目前海警、陆警拜二拢已经解除，不过外围环流同款继续影响东南部地区。气象署也继续针对花莲、屏东、台东发布雨特报。目前比较多的雨量是在台东县，今天已经下了306毫米了，屏东也有209毫米，另外花莲也有132毫米。也那未来一礼拜天气状况，气象署表示，拜四开始天气会慢慢转好，各地拢会恢复稳定的天气。礼拜4一直到礼拜6，基本上大致上就是花东地区，还有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的降雨。那整个西半部就会恢复到比较偏向是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
另外，气象署也提醒原本伫咧菲律宾东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伫咧半暝2点已经发展做轻度风台普洛伊。目前西北太平洋伫咧海面上拢总有3个风台，新的风台普洛伊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菲律宾东南方海面，这个是刚形成的20号台风博洛伊。那它大致上会是以比较偏向是偏西到西北西的方向。通过吕宋岛的南部，然后再进到南海。气象署表示，未来会继续观察风台路线，也提醒民众，这几日啦，山区也是有可能有水崩山、土石流的情形。提醒民众千万唔通挖进溪边山区，要保护家己的安全。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目前伫西太平洋嘛同款各有3粒风台，其中热带性的低气压 TD23嘛已经伫半暝2点发展做今年第20号风台普洛伊。气象署嘛预告讲，伊会向海南岛方向来移动，对咱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虽然花加沙风台已经离开掌外围环流，带来风雨对台湾造成不小的灾情。花莲马太湾溪帮山湖逆流，将当马太湾溪桥中从下边的公河乡顶地，边个大东包含太麻里溪真济所在，也有溪水暴涨，市区的南方甲风行里是出现淹水。伫恒春半岛甲小琉球的感受是风比雨较大。这边是我们的厚实群礁。气象署资料显示，自3赛气9点，小琉球应源上悬6.8公尺，恒春半岛也有同款的情形，当地阁发出警报，强风也造成屏东县将近2000户停电，大部分是山区的乡镇，尤其3乡停电户数上济。是在那个变压区那个地方，这样台风天啊，怕没有路灯也是危险啊。不过当地路真歹行，要由工班早起牛行路入去，生态图倒去的树花才能抢修。受卡地区多处断线了现场真的是泥泞不堪山路难行那东部北部的人，河西共款一阵都伫危险野区古迹内底怪手一直伫土水内底作业，因为自3赛起边的中正路正多淹水，上深超过50公分，范围超过100公尺。另外，昨形成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伫透早2点发展成做第20号风台普洛伊。波伊台风它在刚清晨2点的时候，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生成。它在通过菲律宾的时候，距离台湾还算是有一段蛮长的一个距离，所以对台湾的影响并不是那么明显。那通过菲律宾中部之后，它会进到南海。那进到南海过后，大概也还是会朝向海南岛这个方向前进。气象署表示，普洛伊有机会发展成做中度风台，对台湾无直接影响。目前西太平洋已经有强烈风台花加沙甲中度风台晚型，佮加上普洛伊，佮正做3台做会局面。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南非政府伫今年7月公告，甲咱国伫当地2个办事处改名嘛降价等级，那么提出反制。经济部长是公告讲，出口南非的晶片、记忆体等47项的货品拢要先经过经济部的核准，才会当来出口南非。按算11月下旬开始实施。南非政府去年10月起要求咱国主厝迁离首都了后，一直有动作。今年7月，佮较单方面的将咱国2个主厝改名甲降级。即马咱国做出反制措施，经济部公告，输往南非的积体电路晶片、记忆体等47项货品，要经过经济部核准会限制出口。根据民税表，货品包括半导体产业、上中下游。经济部指出，南非行为危害咱的国家安全，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甲经贸正常发展，所以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保证当地62有过期有计11月下旬正式实施。对此，外交部呼吁南非爱伫生效进程，尽速甲咱国协商。外交部呼吁，在法定预告期间60日及正式生效前，南非政府应遵守两国在1997年达成的双边关系法律架构协议，并尽速在对等及尊严的基础上，与我国展开协商对话。外国媒体皮普社报道，以真无平常形容咱国的做法，指出台湾利用自身伫晶片市场的主导地位，是亚加中国关系密切的南非。专家分析，政府看准全球外扩咱国将原制造出口，南非相关产业可能受到影响。南非它在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制造设计的能力是很有限，所以它最主要还是要依赖
这个进口晶片成熟制成的晶片那如果说我们对它管制的话，就会影响南非的，比如说它的电子制造啊、通讯设备，还有汽车零组件这些产业。不过，咱国甲南非双边贸易额，2023年是18亿美金，2024年只有14.8亿美金。出口南非主要是电脑、手机、本椅系等。这摆半导体禁令成效安怎？有待观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国科会今仔公布3大科学园区顶半年的营运成果营收计共是有2.74条，比去年同期成长2.6%，佮创历史的新高。国科会主计新闻嘛表示讲，全年园区的营业额应该会当有5.4条，上好是会当到5.5条。AI 科技发展真紧，台湾的科技产业因为国际上的需求增加，营收创下新高。国科会拜三开记者会，公布2025年顶半年国内科学园区的营收达到2.74兆，创历史新高，甲去年同期相比增加26%。其中南部科学园区营收成长48%，是表现上水的。园区上半年的成长是以基体电路产业为主。然后呢，成长最高有来到了34.33%。那精密机械的部分，就是受惠于整个基体电路半导体设备需求的带动，所以有一个比较亮眼的成长，来到有一个32.91% 的成长。我们今年上半年营业额已经有1.38兆了，跟去年同期比较是成长了48.78%。那园区的这个5个产业呢，受惠于我们这个 AI 的一些产品的畅旺，其实相关的营业额都是全面的成长。国科会主委表示，高科技产业继续发展，希望到年底营收会当达到5.5兆，未来也会继续满足产业需求，推动净零循环的经济。以现在订单的这个状况没有意外的话，我们全年的这个园区的营业额几乎可以肯定会超过5.4兆希望能够达到5.5兆。科学园区在台湾扮演的这个角色，已经是我们一个经济的大动脉。国科会强调，今年后半年科学园区也是真有挑战，包括关税政策的变化、甲232条款等等，政府会密切关注降低产业的冲击。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车的噪音互民众真困扰。中华县环保局统计，去年到今利用声音翕相科技执法的设备计共已经处理599台，罚128万。嘛以中华市公园路上严重，就占1/6。街道了汽车隆隆叫，噪音是98.3分贝悬，活要吵死人。接续搁一台黄牌当机共款变变叫95.3分贝，即时声音翕相锁定处地，中华市公园路定有噪音车来干扰民众，影响着民众的生活。以前没常常说那个肆无忌惮，很多就是安尼抢大部分都是晚上，都大概8点到深夜12点都还在抢。这路爬架少年仔人较抢就出个变变叫。中华县政府讲，全县有设置10套声音以上科技执法设备，9月固定性2套移动性。2024年到今年8月，拢总处罚599架次的噪音车，其中中华市公园路105架次上多，罚款总计是21万外，单笔上悬的罚金是3600块。环保局讲，公园路和2条主要干道相接车多，搁再有几若搭8架的路段有关系。彰化市的公园路，它主要是衔接我们的主要干道，也就是台一线的部分。那另外一方面，它是通往我们这个139县道，一路从彰化，然后连接到南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县道，造成有非常多的一些车流会在这里经过。环保局强调讲，声音处理时通过国家检验标准的噪音计，甲车变系统来精准判定，超过标准达86分贝，会照超标技术来处罚。若准有对车的情形，无法度判定违规的车辆，就会通知车主回厂检验。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中立一间饲鸟的牧场，最近有饭市前驾驶4只莺歌，头家嘛已经有抓到这只蛇。
也毋过农业局是提醒民众，家己掠蛇是真危险哦，会当卡1999市民专线通报。因果熊熊离奇死亡，而且佫是100死者。代志都发生伫桃园中立区山东里铁片胶场内底，凶手就是这位彭世庆。没有任何的生病异状，没有任何的状况，突然性的暴毙。结果我们在电线杆里面一拉开，突然一只眼镜蛇就往我们这边冲，我们瞬间就跳开了，当然心里都很害怕，而且这只蛇会突然冲出来。彭世庆驾驶4只因果，主人伫电线堆内底发现未的蛇，也顺利抓到。不过游玩真惊吓，伊直讲好佳在无伤着人。何况这摆损失500万，不过沼场内底背后将近400对的国色因果，若是较慢发现，损失恐惊会更加惨重。蛇类闯入家中，请民众拨打1999市民服务专线，并保持距离，确认其藏匿位置。桃园市政府农业局捕风捉蛇大队到场后，会立即处理。铁片厝边都是田，虽然早都已经清除杂草，不过也是互蛇入来。初步判断，蛇应该是沿排水坑两入来。农业局提醒蛇类，尤其是大蛇进入厝内，上好唔通家己掠，应卡1999市民专线通知掠芳掠蛇大队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三星乡的双河中卫区边仔景观护栏是真旧真后咯，也毋过毛民众发现讲哦，这个护栏拢是空心的，敢是偷工减料咧？县政府是强调讲，当初是为了节能减碳，才会采用这款真特别的工法，即马会来改善。三星乡双河中卫区天上地准边的木造护栏已经严重破损，详细看内部设施所讲，民众质疑这护栏唔但破损，无被修理，佮技术偷工减料，根本无防浪防晒的功能。你说塑胶的应该大家认为都是不好的，对啊？怎么说？那应该是水泥的，水泥会比较稳固啊，对。刚好是我可能是稍微花掉，是被冲啊，真的会受伤啊。这护栏目前由三星乡公所维管，乡长表示，这是早期县政府做乡会工程时阵的设施，已经请县政府协助改善。是早期咱县政府伫做重卫时所做的设施，但是经过年久月深哦，这几年来咱发现已经有一寡损害去啊。根据县政府资料，这护栏伊用外口是木造，内底是塑加工的工法，是因为当初规划敢若是景观工程，各融合在地三星场景特色，希望减少暗土用量，达到节能减碳的功效。不过确实无防浪功能，也害维护。之前大概有改善的一部分哦，今年会将后续大概1.2公里的部分哦，今年会完成所谓的改善哦，目前大概已经发包了。县政府表示，已经每年编列预算启动改善工程，改用暗土的牛泽式护栏来增加防浪甲风雪的功能。今年安装改善最后1.2公里完成了后，规段队完全换新的。记者综合报道。AI 是未来趋势，有杂志社将对全台湾上万的中小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讲有将近3/4的学生拢会晓来使用 AI， 也毋过大部分拢是用来翻译，还是斗相共写功课尔。甲 AI 问问题，伊真紧就有答案。中小学生嘛知影 AI 有够好用，亲自天下针对超过13000个小学5年到国中9年学生的调查显示，超过9成学生认捌 AI， 使用率已经无城乡的差距。将近4/3会晓使用 AI。大约7成用给 Google 翻译跟 ChatGPT 拿来写功课比较多，尤其是年纪越大的国中生，就真的拿来写功课。国小生可能会玩玩啊、画画图啊，做一些别的事情。学生把 AI 当作翻译机，当做写功课的机器。不过调查显示，12%学生认为会当 copy 使用，而且年级愈悬愈是安尼想。有42%学生真少也是毋捌想过网络资讯有假的，有47%是毋知影，也是无想过 AI 识别率无够。AI 若是犯错，什么人爱担当责任？科技是中性的，但我希望是让学生在好善用在他学习上，而不是做一些有的没有的这样。学校就算有课程，也是仅限于这个使用这件事情，批判啊、思考、负责任使用，这个是没有一个课程的，还没有一个东西去教。AI 会当生成所有的答案，免我分辨有批判思考的能力是教育现场的条件。这个调查嘛发现。将近1半学生会甲 AI 开讲，该当作知己
讲心内话。专家讲，这对学生的社交能力、同理心的培养，甲和真实世界人际关系处理的韧性，拢会带来久长搁真深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川普昨伫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伊是批评联合国无提供战争实质的协助，伊个俄勒家己是和平大使，强调讲伊会用关税来制裁无愿意收煞战争的罗西亚。川普嘛强调讲气候变迁是骗局，嘛警告欧洲的气候甲移民政策会害到国家的生存。美国总统川普23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拄到会场，就拄到电动楼梯向被捧，伊开手甲其他人过去家己爬上楼，摔落来伫大会顶面。川普一上台，佮拄到提司机告状。I can only say that whoever's operating this teleprompter is in big trouble. 这是川普对2020年以来头一届伫联合国发表演说。这一点钟，川普批评联合国并无对区域战争提供实质的帮助，又讲伊家己是和平制造者，扫平7场战争。又若针对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伊表示会提出真硬斗价关税手段，逼罗西亚停火。不过也点名欧洲各国一定要确实切断对罗西亚能源的依赖。And Europe has to step it up. They can't be doing what they're doing. They're buying oil and gas from Russia while they're fighting Russia. It's embarrassing to them. 川普也大力批评一寡西方国家承认巴勒斯坦，这款做法亲像咧奖励哈马斯的恐怖行为，对推动和平无帮助。Some of this body is seeking to unilaterally recognize a Palestinian state. The rewards would be too great for Hamas terrorists for their atrocities. This would be a reward for these horrible atrocities, including October 7th, even while they refuse to release the hostages or accept a ceasefire. 川普搁再批评气候变迁是骗局，欧洲各国的能源政策牺牲的会是经济活动。The carbon footprint is a hoax, made up by people with evil intentions, and they're heading down a path of total destruction. 川普宣扬美国扩大乌石油甲天然气，暗示其他国家应该对咧做。伊也批评欧洲开放移民的政策，表示打击非法移民才会当保护国家的利益。川普演讲说，甲乌克兰举行中比会议，也透过社群媒体表达对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无同的观点，也就是伫北约的协助之下，乌克兰会当完整甲罗西亚占领的土地退回来。就伫联合国大会举行之前，美国就轻巧伫纽约掠到一个大规模的电子装置网络系统，查到超过300台的 SIM 伺服器，甲10万张的 SIM 卡，避免美国政府官员受到电信威胁的事件。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过来消息，过来看高雄的基点埔里顶沿海地区，因为拄栋大楼出现海水倒击，西澳湾的大涌超过2公尺高，险啊去影响到中山大海学生哦。这届风台有学生假做台南市长发布休困的假消息，伫社群平台某人假做高雄市长陈其迈发布放假的假消息，警方嘛已经的侦办咯。水沟啊，熊熊喷出一缸水，花甲沙风台拄离开，高雄基顶部分路段受到电流影响，23半暝出现积水淹水，水利局赶紧放抽水机，加在24透早水已经退。才小回家啦，位置高啊，拢位置高倒涌出来啊。那基顶西仔湾樱花前一暗也一直咧加涌，2米悬的大涌加起来爆花另外一边的车路，骑车要登去中山大海的学生，偏偏啊互闪到。有时候可能就车子会打滑，或者是人直接被拍翻。24透早重新登来西仔湾，虽然海水海位已经有下降，不过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海水浴场迄卡岛游园出现长涌，大约有2-3米悬，真侪民众趁机会落去出泳。华嘉沙台风环流的影响，高屏的山区仍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等级上的几率发生。那下午起，整体雨势将明显的趋缓，转成一个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象站表示，雨势会伫下晡较暖和。虽然这届风台对高雄影响无大，不过23所传出有网友假做市长陈其迈的头像甲名，伫社群媒体放送24休假的信息。
造成别人不必要的负担。就明明台风，然后还要花时间来处理这种东西。张贴假讯息这样的事情，因为对民众的权益影响非常大，所以市政府已经有报案，而且警方已经有开始进行调查跟侦办。台南市长黄伟哲日才互人食名，乌白宣布封台甲，才过2天，但期嘛也互人食名。高雄市府强调已经报警，交由警方侦办当中，也提醒民众唔通对你做这款的违法行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新竹县第8期防疫520建案的工地哦，佮再传出意外，将工地灌浆哦，一寡空区里的材料对大楼的顶头落落来，去撞到路边的车，加再是无人受伤。县政府嘛是要求停工，买来处罚，佮会加强稽查。一群人徛伫大楼外口，看向对面工地楼顶，这新起的大楼工地面顶当咧灌浆，不过空气里直直喷落来，喷到天地下骹的车辆，甚至还有2-3公分的石头啊，把对咧落落来，好佳在无人受伤。星期天傍晚，我接到民众陈情，因为强风在520工地附近呢，有这个螺丝扭力筒吹落，然后打到他的车子，然后滚落到他的车底，那让民众非常的惊吓。那在礼拜2晚上呢，傍晚的时候呢，因为丰益的这个工地的灌浆爆磨了，所以呢，大大小小的土粒从天上掉下来，然后打到他们的车子。议员指出，工地前几天将因为风头有工具无细力吹落来，过无几天，还有状况发生。新竹县工务处接到通知了哦，已经要求工地停止灌浆，会罚款，来进行劳检。9月21跟9月232日共有2次的一个掉落事件，新竹县政府会依照建筑法来分次加重进行处罚。近日我们会正式发公文，请丰益停止结构灌浆的工项，必须要提送灌浆的计划书，由第三方的公证单位审查核可之后，自符核备，才可以进行后续。建设公司有向受影响的民众甲车主会失礼，若讲会担起所有赔偿责任。面对工地一再发生意外，议员要求县府要求建商做好防范措施，幸好附近民众安全的生活环境。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来看专门咧矫正少年犯的高雄民用中学，今仔哦又利用虚拟实境来办骑马的比赛哦。因为这学生哦有行动的限制，所以网工会当透过网络，和学生会当甲外界来交流。学校嘛表示讲，这届比赛会来选出代表队，未来哦会当甲其他学校连线来比赛。东澳市长加油声一直话，学生选手是拼死命骑。高雄民用中学头摆甲适应体育结合戏剧实景，学生囡仔4个人一组，一个人骑2公里，进行骑铁马接力比赛。卖看这亲像电动比赛，敢若无啥。除了比赛地图影像是照现实来打造的，骑伫铁马感受嘛，甲实际路况一模一样。怕体力不够，对。所以自己有没有特别加强？每天都在加强。透过这个比赛可以跟外界有联系，这样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帮助？就是心态上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比较健全一点，就是不会怕说跟外面差距太大。高雄民用中学是法务部的矫正学校，目前有109位学生。校长讲，适应体育是主张所有人拢有享受体育的权利。伊将感谢邱义川教授的帮忙，把这套虚拟实境的运动比赛带来民用中学，让囡仔袂去互环境限制，透过运动比赛培养自信，嘛会有机会甲外界交流。透过这个 VR。就会使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来做比赛，一方面是安尼，第二方面就是增加伊的信心，伊也许讲伊读册无介高，但是伊这项运动，咱会使开发伊的专长。在矫正学校，修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重新会拾回他对这个世界的渴望，他对这个社会的温暖的期待。将适应体育带入矫正学校，校长讲，目前的器材拢是家人招的，运动部已经打进要8间会费金，伊希望有民用中学来做建本，后续的桃园新竹彰化3间矫正学校买当来加入，以后唔留这4间学校，甚至也当甲其他学校来连线比赛。记者柯家库朝阳高雄场报道。来看南投有一间开伫市场的独立册店哦，是伫一群少年家倒来故乡做伙创业，有卖咖啡、毛规划展览、甲办活动的空间，咱做伙来看卖。
伫传统市场内进前有一间册店，遮除了有南投花仔、漆器、关节、柿子，才会甲南投有关系的册，也甲艺术、哲学、历史文化相关的册，民众入来遮会当拿啉咖啡、拿看册。对，我们以前都听人家讲啊，现在能够从书上面，我自己也想要说多看这些来了解我们南投的特色，在地以前的故事。这间少年家伫地方有一个已经办6年的南投读册会，不过一直拢无固定的据点。当初读册会开会，也是办地方文化活动的时阵，定定拢会来到这个伫日本时期就有的百年市场，为着互读册会有一个据点，嘛继续推广地方文化，才会伫遮开这间独立册店。我们其实找了很多地方，我们没有想要去成为一个就是很商业化的一个单位，市场里面。那它既可以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文化地方的文化资产，然后又加上说有很多地方需要，好像可以多做一点事情。册店内底嘛提供展览空间，开幕展览是邀请嫁到南投真爱的艺术家 AC 展出作品，内容有头是高丽菜的查某囡仔，嘛有结合杂志生上的人物，才会风格较特别的作品。咱南投县都是主要的艺术发展来说，还是偏一般的啊，所以我今摆就想讲，我要找一个较高水的、那个普艺术的，你会使看到伊的颜色啊，非常的灿烂。册店头家讲，这唔那是一间独立册店，未来也会规划成立特学社，开办艺术治疗课程等等。希望这个所在也是一个交流思想和行动的文化客厅。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来看台南府城决定购置树顶武庙大关帝庙哦，内底的西舍进前翻修，也毋过先看下面刷大太路，庙阁装立功顶哦，有真侪人批评讲拢无古早味。台南市的文资处嘛表示讲，文化部的文资局最近会派专家到庙里来勘察哦，会来提供庙方改善的建议。我文昌帝君案情本来到科柜，拢有真侪人来参拜。台南府城的台湾树顶武庙是国家认定的重要文化资产。那庙内西舍因为年久失修，出现漏水，经过一段外修缮，历经总算完工。无幸新坎下边的态度，甲庙内设的立功顶，煞引起讨论。不少人认为失去古迹原有的气氛。毛文书老师认为庙宇古味无掌握好，建议那是用木材会较好势。维持古风当然是可以是更好的一个，可是如果随着时代的一个变化，这也是可能他也不得已的地方。我看这北这个态度吼，我就感觉讲有个恰目，因管迄用迄个立功顶吼，我感觉讲有个凊彩淡薄啊。古迹就是古迹，真简单，上重就是古味。经过了解，这个修复工程是由庙方自行发包，委托厂商来施工。工程伫今年6月完工，工程人员出面配会，因拢是有参庙的管理委员会讨论，嘛照完定的修复计划。这块并无包括立功顶甲太路的项目，这是庙方因为使用甲维护需求自行证实的。那个是属于不在那个工程的那个什么市政府的范围，是另外庙里自己出的钱。OK， 所以它其实不会影响到古迹本身嘛？对，它没有古迹的本身，他们也很认真的想要把这个地方用的比较明亮。那我觉得他们的初衷没有不好，那只是说修复的过程的这些文件没有就是我们文资局来做审查。文化资产局强调，目前已经通知庙方，最近嘛邀集专家学者到场勘察，嘛依照文资保存专业提出改善建议，要求庙方配合办理，确保古迹价值甲修复品质。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云林县政府用4亿元的经费，甲连接河尾市区甲高铁的分92至1线的山野大道来进行困快工程。第111年动工，今仔是开放头一阶段的通车，民众对市区到高铁站车程是会当来减少10分钟。道路边大丛的山野树是过去民众要通往河尾市区爱经过的路。为着连接市区甲高铁特定区的交通网络，云林县府向中央争取经费甲资助4.3亿，111年动工进行分92至1线山野大道大约1.6公里的拓宽工程，24世纪开放第一阶段通车。连接一时仔行的时间尔，行车一时仔行，河尾若开车来高铁的，
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呢。是中间12米，我们做绿廊道，主要是原有的芒果树，我们把它保留下来了。那延伸段军营区的延伸段，我们就继续把它延伸种植芒果树。那整个道路我们也取名叫芒果大道哈。云林县府高工局表示，政府毋望山野大道拓宽会当留山野墙，工程分先开甲既有道路拓宽。原本工程年初就会当完工，也毋过目前也有500公尺路段用地，还未得到地主同意。目前只会当先开放2线道，影响民众使用需求开放。就是双向各一车道来我们第一阶段来先行通行。那还没有拓宽的这个2线道的部分我们还在跟地方沟通啊，跟民众地主沟通我们还是要想尽办法要把这个用绿起的把它拓宽完成。高工局表示，山野大道开放通车了后，会当缩短民众为后备市区通往高铁行车时间，也会当疏解4城车流。会阁继续甲村内2个地主沟通处理用地同意，希望伫明年1月进前完成所有拓宽工程。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民健康署调查发现，讲高中生有超过4成捌啉酒哦，高中生嘛有超过7成捌啉酒。有民间团体是指出讲，上早开始啉酒，恐惊会影响到脑神经的发育，嘛去影响到记忆，所以呼吁政府应该严格来禁止店家卖酒予未成年的囡仔。酒定会出现伫台湾文化外交的场合，卖场嘛定看到比如咧促销品牌多元新酒各种口味。虽然伫咧广告也是店家根据分酒管理法，拢着表示未成年禁止啉酒卖酒，也毋过有民众指出，实际上伫卖场店啊也是无落实管制。就是会看嘛，或者长得比较老就没有问。是要买，伊阁有足侪方法去，就是找着方法去买酒。槟榔摊之类的，或是杂货店。根据国健署的统计，高中生有41.5%捌啉酒，高中生甚至有68.8%捌啉酒。主要会啉酒的原因，以厝内人朋友啉酒嘛对咧啉的占上侪，嘛有歹势拒绝社交需求啉酒的。台湾解酒含检酒防治中心指出，上早啉酒恐惊会伤到脑神经发育，较会有情绪歹控制、记忆歹等等的问题。中心呼吁政府落实未成年管制，嘛通参考日本的做法。酒除了爱写度数，嘛得标示酒精含量，互一般民众知影敢有啉超过卫福部的规范。咱台湾是规定讲查甫20，女性10 gram 总共无法律嘛会使有一寡政府政策决定讲会使加一个几克的酒精宾馆嘛，这嘛会使控制嘛，对吧还有咱伫青少年伫学校的部分安怎来宣传讲卖啉卖较早啉酒，咱对薰啊，对槟榔啊，对一寡毒品啊，拢有在宣传嘛，对无？但是咱对酒的宣传真少嘛。中心指出，大脑爱到25岁才发育完全，嘛建议政府甲合法啉酒的年岁对18岁抽悬到25岁，避免少年囡仔提早戒酒。卫福部指出，目前戒酒的治疗补助，一人一年上悬有4万块。卫福部表示，除了爱考试大学校协助囡仔建立正确观念，未来嘛会根据台湾的文化特性，研究适合的防治策略。记者卢尚珠、郑春友台北报道。过来流感长的事件，顶礼拜是有超过11万人次因为流感去看医生。最近日本、韩国的新冠病毒长的炭烧，疾管署是预估讲，咱台湾伫中秋双十假期结束，确诊的人数嘛有可能会升悬哦。所以提醒民众10月初一开始都有公费的疫苗通知，时大甲婴仔都爱赶紧去做。发烧头痛，人感觉稀累累，就要注意啊，恐惊是流感。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流感门诊急诊的人数，拢总有11万多人次，比前一礼拜加出来13.1%，正是进入流行期。疾管署也提起10月初一开始公费的流感预防车，就当开始做啊，鼓励符合资格的民众会当赶紧去做。流感的疫苗呢，马上就要开打，而且今年的一个流感的一个疫苗株，跟我们目前流行的一个病毒株呢相符，那所以呢会产生足够的一个保护力，所以我们预期呢，这个只要民众呢踊跃的来接种一个流感的疫苗呢，那就可以让我们的一个流感疫情呢，控制在可控的一个范围。
另外，疾管署也提起最近新冠疫情伫咧国外开始传，尤其是台湾附近的日本、韩国，目前是疫情的高点。预估台湾的疫情可能伫10月中就会开始流行。邻近国家的这个新冠疫情也都还是在高点。那这是我们国内的这个新冠疫情，新冠的就诊人次。那么在上一周的话，大概是2184人次左右，是在一个相对的低点。疾管署强调，过来就是双十中秋连假，根据恐惊会增加感染的风险。今年公费疫苗伫咧10月初1就当开始注射，有分2种，分别是流感的疫苗和新冠疫苗。注射的对象和旧年同款，提醒民众处理若是有事大，也是婴仔，拢爱特别留意。记者陈选谢桂玲台北报道。下过落水溪往来中华甲云林的西螺大桥，1953年通车到今已经73档了。目前嘛是中华关甲云林关两关共同认定的历史建筑。今年的8月是有民众来提报关定古迹，今仔来进行文主审议大会进行的现场勘查。大片的高架搭配红色的桥身，是最近真正的翕相景点。西螺大桥过去也是全世界第2长的桥，嘛是中华云林相同的重要交通建设。今年8月有几个为民众提报关定古迹，由中华甲云林的文主审议小组联合进行现场调查。今仔日就是咱有民众来提报这个西螺大桥，希望讲会使甲提升作为咱的限定古迹啦。这班桥伊甲云林关甲中华关。是共同管理的，所以呢，咱就是来启动云林县跟彰化县的共同的线勘。西螺大桥全长1939公尺，桥墩伫日本时期完成。因为爆发珍珠港战争停工，经过地方人事调整，加上美国援助，总算伫1953年通车。提报人指出，西螺大桥结合日本时期的土木工法，加战后美国的钢筋设计，是台湾少数同时展现2个时代工程特色的大型桥梁。除了交通功能，嘛代表战后台湾社会发展的象征。西螺大桥对于浊水溪两岸人民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记忆的一座桥梁，也是代表着这个两岸的人民终于可以透过这个人行道桥来跨过浊水溪。以我们这些提报人的这个角度来看，西螺大桥它绝对是可以在这个做提报啦。两地管府因应该爱来为相关的这个配套啦，特别是讲以两地因这步道。还是讲，大家要来到这条大桥有啥物所在会当去来看到这条大桥，迄是真侪爱去规划的啦。提报人表示，西螺大桥有特别的工程技术、历史文化甲地方基地，提报关定古迹，希望主管机关更加重视西螺大桥的保护甲推广，嘛应该针对附近整体景观做规划。中华甲云林县府表示，会依照勘查结果办理文主价值的评估报告，随后会提报文化资产审议大会召开审查会议。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阿拉斯加州一个国家公园帮咸号名大象边举办大颗咸酒的线定投票，到24点钟的网络直播，全球是有上百万人透过直播来追踪，买当来为家己上喜的咸来投票。我伫咸袂知影你投互啥。张贤为着过冬做好准备，这个时节掠鱼时会下死命活，因为母咸必须要变大颗，才会当过冬。累积体油来饲伊的囝，讲咸是爱抢到掠鱼的地点，上大颗的会用讲是上成功的。Bears need to get fat to survive, so I thought, wouldn't it be kind of fun to get people to decide who they thought was the fattest and most successful bear of the year? It really is an opportunity for people to think about how bears survive, what they need to do to survive, what the ecosystem provides them, and look at their individual success stories as well. 这是主办单位阿拉斯加州卡迪麦国家公园甲保护区所举办的大颗咸礼拜刷定投票，因为人类可能感觉因拢生甲真诚，爱安怎分别？主办单位会替咸号名甲分别特色，透过真侪只固定式的摄影机，现场24点钟直播，掠鱼甲浸伫溪内顶顶活动，拢看甲真清楚。They've, given names to the bears and fictitious, humorous names. And they've got, people following these individual bears and how they bulk up in preparation for the winter.
也就是讲，这寡脏型的选手被风掠来一只一只，震动是互人类观察因展现出的生命力来投票。这大约有2200只的脏型生团要入选比赛，因爱常常出现伫布鲁克斯水墙去卡刀。每一年的9月、10月，暂停规个热人拢来找食物。确定卖国家公园上大只的成年鱼，体重真简单，就当超过450公斤。有一寡鱼甚至有635公斤这重。不过今年三文鱼的数量特别多，因无需要为着找到掠鱼的好地点来激烈竞争。高市新闻吴文玲编译。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2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